耶穌在他與門徒的最後時光中，預言自己將會離開他們。這不僅是告別，也是引導信徒理解神的計劃。基督的離去，使人思考信仰的深度，以及他為何不能繼續留在世上。在此時，他的教誨更為珍貴，信徒需要更深的思考和準備。猶太人在面對耶穌時表現出的困惑，反映了信仰的挑戰。他們的尋找不僅是對物理層面的追尋，更是對精神世界的渴望。耶穌的來臨是神靈的顯現，卻因人類的迷失而失去了方向。耶穌講到他所要前往的地方，說明那是信徒未來的希望。雖然現在無法進入，但耶穌已為我們準備好美好的地方。這份應許讓信徒心中充滿安慰。信仰讓我們相信，雖然目前無法見到，卻始終有可能。在這等待的過程中，信徒需要保持堅定的信念。主再來的時間告訴我們，生命的意義不只在於此時此刻，更在於未來的希望。我們的每一步都應是為主的再來做準備。這是一份不懈的信仰之旅。信仰是一條持續的旅程，它引導我們通向未來的光明。透過耶穌的教導，我們學會珍惜當下，同時期待未來的承諾。每一步的成長，都是邁向永恆的過程，讓我們在信仰的洪流中實現真理的深度。